點樣計算提供居所嘅應課稅利益？喺香港，如果僱主為僱員提供住宅單位作為福利，呢個福利會被視為應課稅利益，並需要計入僱員嘅應評稅入息中。咩係租值？租值 RV 係僱主提供居所作為福利時計算應課稅利益嘅基準。租值嘅計算基於僱員嘅淨入息，扣除支出同開支，但唔包括個人進修開支，並根據所提供嘅居所類別適用唔同嘅百分比。租值嘅計算方法，確定淨入息。淨入息係指僱員嘅總收入減去支出同開支，唔包括個人進修開支。適用百分比根據所提供嘅居所類別，適用以下百分比計算租值：一個住宅單位或服務式住宅10%，佔酒店、旅社或者公寓嘅2間房間8%，佔酒店、旅社或者公寓嘅1間房間4%。最後計算租值。租值等於淨入息乘以適用百分比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。